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平安。平安。感谢主，这届风台无互咱拄到灾害，愿主通过雨水，互咱田园得到润泽。咱有听到这个微解封的消息，咱真欢喜，会当望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总是这2礼拜，咱犹原是用这个线顶的礼拜转播为主，所以请兄弟犹原无特别来到教会。伫厝里，咱做伙伫空中的礼拜堂做伙敬拜上帝。这时时间已经到，咱来备办心默祷，准备来今仔日第一场的敬拜。诗篇84篇第1节到第2节安尼讲。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意爱？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宇到昏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上帝求救。愿咱都用这款较无耶和华的殿宇这款的心智，咱要归荣耀给主，咱要同心合乐吟诗来敬拜上帝。咱这时，咱请靠传道带咱做伙同心来学乐。各位兄弟平安。平安。真欢喜，这礼拜疫情有一个真好的控制，相信真紧，咱就有机会，阁会当来三甲见面来敬拜。这时邀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伫今仔日早起，愿你的圣神甲阮同在，帮助阮，阁一摆认捌。嘛回想你伫阮生活中逐项的恩典，互阮伫敬拜的时，知影你同在，心中就充满足，阁有欢喜。感谢主，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只是邀请咱三个来因这首诗歌，恩典是要白白互人。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若心内若要相信，就要称罪的，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若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罪的，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若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罪的，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若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罪的，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
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袂得着。只是邀请咱大家为着伫主日，我会当搁一摆注目伫耶稣基督的救恩，搁有上帝的大作为来祈祷，求主帮助我会当看去，搁一摆来纪念。对妈妈伫阮的生命中间，你带阮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这款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会救，你会听，啊，因为你会赦免，啊，互阮得到完全的自由讨伐。我要用安尼。咱搁一摆来吟。哈利路亚，我要来，我靠你。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袂得着。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袂得着。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伊；囡仔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着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着。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伊，囡仔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着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着。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伊，囡仔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着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着。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伊，囡仔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着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着。只要你相信就会得着。咱用普阿写来学乐阮的主，亲爱的主，感谢你，你用赐给我的活命，互阮知影会当倚靠你的救恩，白白得到讨放。求主加添阮有够野的信心，愿你帮助阮尽心来学乐你。只是邀请咱三甲来吟圣诗303首，主，我要学乐你。主，我要学乐你，尽心尽意，我要来有你奇妙的观念，为仰望你生命。主。帮助阮搁较亲来听伊。主，我真是着你，尽心尽意，我要保有你奇妙的观念，归耶和你生命。主，我真是着你，尽心尽意，对你要做着人生的路，哈利
要找着。对你要找着人生的希望，哈利路亚。咱同心额头来祈祷，创造天顶地下永活上帝，阮阿乐你，因为你做王，地要快乐，全世界欢喜唱歌，晴天要显明你的公义，日晡也要看见你的阳光，称赞你大尊名。阮阿乐你，有着万美的主上帝，感谢你为着要拯救阮世间人脱离罪恶，甘愿牺牲独生圣子，用伊家己的性命一摆死，永远做阮赎罪祭，互阮甲你和好，永远甲你同活。阮阿乐感谢你。感谢你伫十字架顶为阮成就的一切，阮要大声讲，你是阮的救主，阮阿乐感谢你。慈悲怜悯的天父，你的疼是何等大，亲像天离开地遐尼悬。你的主爱对阮也是安尼，当离西有偌远，你互阮的罪过离开阮。也是遐尼远，天父上帝，你当看关心的疼，明日拥无你，阮的心要学乐感谢你。慈悲的天父，因为你是阮的上帝，有你的同在，是何等平安甲喜乐，是何等安稳自在，也知。你是阮患难中的帮助甲盾牌，你用你的公义稳定救赎阮，互阮属伫你。阮感谢阮阿乐你，感谢你今早起引带阮享受甲你亲密的关系，互阮能得到养赐帮助，赢过真实的食物。感谢你看见阮的需要。感谢你为回应，为听阮心内的祈祷。阮的圣神啊，请你来，阮的心听候，阮的心欢迎你伫即所在。通伫耶稣基督的保护，阮伫世清白较赢世。求圣神感动，互阮知罪，赦免阮所犯的。除去拢总的罪，也帮助阮离开脱离一切的诱惑，也互阮谨慎言行举止，阻挡阮的志，无故意犯罪，互阮诚心圣洁，心诚实，通因为得你的救恩来欢喜。求你眷顾台湾这块土地，真正有你的。主爱甲真实三相拄，公义甲平安三浸翠。求主上帝伫台湾头前带路，互台湾执政者在野党百姓拢疼一块土地，疼一个国家。特别伫疫情也未受控制的时，恳求天父施恩、保守、照顾、祝福台湾。做台湾的主，直到永远。天父上帝，你的今日要将阳光、能力归乎你，因为你要赐福阮，早日恢复实体的敬拜，互阮属伫你的百姓，会通伫圣殿欢喜唱歌，学乐来服侍你。主啊，主啊，求你搁一摆听阮的祈祷。世界各国犹原面对一波搁一波严重的疫情，真侪国家嘛拄着大自然的灾害，特别伫即届的水灾，
无论是德国、比利时、中欧、土耳其、大陆，还佫有旱灾，佫有战争，恳求主施恩怜悯。主啊，求你的目睭看顾敬畏甲仰望你的人，求主照着阮所求的，向世界施行你的慈爱。亲爱的圣神，感谢你，伫你引带阮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愿你伫今日早起对阮显明你的疼，通过上帝的话，互阮明白你的属性，互阮知你的意念、你的作为，也带阮进入你话中。你的话光照阮的心，互阮心窍锻炼通达，有智慧分别善恶，引导阮头前的路，帮助正兄弟姊妹伫你灵内面除去心中所有的阻挡，当享受你的同在甲感动，互阮逐人拢是出对上帝。主你讲，出对上帝，就听上帝话，使阮谦卑领受听你话的心。阮谦卑祈祷甲感谢，也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做伙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要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你带阮入试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求你阿罗，听我祈祷，你的家己谦卑求讨，我若所求，合你旨意，我你愿我献出主笔。请咱做伙来恭受上帝话，记载有2段的圣经。第一段约翰福音书12章24节到26节。第二段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6节到第8节。咱做伙同心，做伙来共读。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一粒麦仔若无落地死，伊原是一粒若定若死，就结真侪麦仔。疼惜家己的性命的，会丧失性命；伫即世间甘愿牺牲家己的性命的，会保守性命，直到永远活。人若要服侍我，就对我。我伫倒位，服侍我的人嘛会伫遐。人若服侍我，我的爸会甲伊尊重。第二段，咱有缘做伙同心来共受。我嘛毋捌对人，无论是恁还是别人，求荣光。虽然做基督的使徒，阮本来通要求恁尊重阮，毋过阮伫恁中间的时，温柔对待恁，亲像母母在育囡仔。既然阮遐尼疼惜恁，毋若愿意甲恁分享上帝的福音，令阮家己的性命拢甘愿互恁，因为恁是阮所疼的。感谢主，搁一遍将伊的话伫下早起要透放互咱。愿伊的话能力刺察，也感动咱的心。下面圣歌队通过影音的方式，带咱做伙来献诗。献诗说，请夏牧师讲道。
咱用普声做来学了上帝，感谢主。各位兄弟姊妹，咱感谢主，互咱搁一遍组织伫圣殿做伙敬拜上帝。今仔日咱要三甲通过主的话，彼此来勉励，彼此来学习。咱伫分享以前，咱先做一个短短的祈祷。主愿的上帝，感谢你，愿你的圣神同在。互阮伫遮三甲学习你的话，主啊，伫即个疫情变动、人的生命拄着威胁的时，阮更加都爱敲吹主你伫阮生命中的旨意，互阮活出基督的款式，荣耀主你的名，一生伫主你的恩典中。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经节，特别是第一段是一粒麦啊的教示，我相信咱对这个话语拢非常的熟。当咱要通过这段经节，三角来学习一粒麦啊的生命的教导，一粒麦啊的生命的教导。这个教导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伊本身耶稣讲这个譬喻，到底伫咱的生活中，咱如何甲伊展现出来？咱要如何甲伊活出一粒麦啊的教导安尼？当咱知影政治的迄个生命的流程啦，所以
圣经安尼讲，一粒麦啊，若无落地死，犹原是一粒若定；若死就结真侪麦啊。这个过程伫咱生活中，我想无论大人囡仔拢了解。但是中间的关键字啦，关键字讲若死，落地死啊，到底对咱伫生活中，咱一个活活的人，要安怎领受这段话呢？我相信兄弟姊妹你嘛了解，死毋是讲咱话安尼甲命解决啊，就是耶稣要讲的意思。麦啊落地来死，却毋是真正死啦，是另外一种的活，一种的生。啊，这个是主耶稣互咱迄个启示中间字面上的话对咱的要求。当然，伫咱人生的过程中间，咱嘛看见有真侪的圣徒真正为着福音来死，为着主的道来顺道。啊，这拢是一个上极权的即个献身啦。也毋过伫咱日常的生活中间，咱要安怎表现出即个一粒麦啊的精神？这是咱今仔日即个话题、即个主题所要学习的。因为关键因素是甚物呢？关键的因素是甚物？伊爱愿意。伊讲一粒麦啊，若无落地，若无意思讲，你都爱有要落地啦，有要落地。啊，所以第一是愿意，你要有愿意，啊，若无即个代志就无发生。第二就是讲，要互伊发生，毋若愿意啦，是爱落入地呢。啊，因为落入地呢，即个种子都爱经过土的暗坎，爱经过土内面的生命要素，即粒麦啊定心布芽。啊，迄个过程就是讲，你爱先愿你安尼。才会产生后壁的。那对我的理解，死的意思啦，死是什么意思？事实迄粒麦啊嘛无真正死去呢，因为伊佫活出来啊。啊，所以迄个死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心态，是一个信仰。啊，所以死的意思应该是你放弃家己，你愿意莫用家己做自我中心。用家己的利益做优先的考虑，就是无私的意思。第二，这个死的意思就是你愿意放，分享家己，愿意分享出去，就是祝福别人的意思。兄弟姊妹，25节讲疼惜家己性命的，会丧失性命；伫世间甘愿牺牲家己性命的，为保守伊的性命。直到永远，兄弟姊妹，这个就是咧耶稣咧甲咱讲，迄个处甲舍得啊甲分享的意义。咱一个人若是只干那自私，只顾家己，最后就是要完全来失去。因为你所有的成果都干那你一个人，啊，家收啊，家完成，啊，甲要别人无关系。毋过，若是愿意甲别人分享，真奇妙。耶稣是咧甲咱教示一个分享的原则，关顾别人需要的原则，疼人的原则。当你将即款的精神来示露的时阵，伊就会亲像活水，安尼一直流，源源来不绝安尼。啊，咱敬拜团最爱吟一条诗歌，就是敬拜赞美的诗歌，叫做《一粒麦》啊。啊，伊内底的头一段话，就是伊的主要的精神的所在。伊讲：一粒麦啊，伊若无落地地里死，无论过了偌济时阵，伊犹原是伊家己。解释了真清楚哈。但是伊若愿意，互家己伫大地内底，该用掉。就要结出侪侪的籽来，也想结侪侪麦啊！啊，讲即个就是经历着生命的奇迹。无论你咧安怎了解伊的过程，上帝都已经把即款的结果放伫你
的顶悬啊。意思是，你是要只干那保全家己，也是愿意分享来得到最多的生命的奇迹。所以马啊落地的见证，互我想到另外一种的效应啦，吼，就是咱圣经真实的约翰福音第6章这段经文，就是5块饼2尾鱼的架势。5块饼2尾鱼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咱嘛拢常常用这个来做故事来鼓励别人。但是伊若是甲这个一粒麦啊的精神连做伙呢，有这个意思。约翰福音这段记述特别讲到，讲有一个囡仔摕到5块饼2尾鱼，其他的福音书无写遐完整，只敢若只有写。所以5块饼2尾鱼就是亲像迄粒麦，像迄粒麦啊。但是呢，原来是放伫囡仔可能伊的地下内，伊家己食应该有够，阁有剩啦。毋过是即个囡仔，伊孩童伊愿意分享出来，成做一个祭物，好像就5块饼2尾鱼，愿意家己带落去土地，兄姊妹，迄个土内充满着神热，充满着奇妙。迄个土是啥物？是因为耶稣的奇妙，因为耶稣照着即个囡仔的奉献。伊互伊结出最多的果子，耶稣互伊亲像落伫土地内底的麦啊，互伊结出最多。伊讲互5000人的食，互5000人来食饱，而且毋但是食饱，而且阁有剩啦吼，剩12斤。兄弟姊妹，你去理解着讲，迄个分享、迄个愿意、迄个付出、迄个牺牲，拢是一粒麦的精神。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也是讲一个文章，真有意思。我感觉甲这个一粒麦啊，嘛真有关系啦，吼。就是最近伫生物界有发表一款的研究，就是叫做经络，国语较好讲啦，吼。若是用台湾话是啥物意思？讲伫大海的海洋，伊沉落去水底，这个意思。有一个足奇妙的生命的现象，伊用经络这2字足有诗意，足有诗的意思。伊讲火火，有人甲写首诗讲，生就爱亲像迄个大皮鸟飞出来，若结束就爱亲像迄尾鲸鱼落伫水内吼。咱讲。鲸鱼嘛，听无啥清楚，海洋就听较有啦吼。所以伊这段诗讲了安尼真有诗意。伊讲一经现强物惊，一经明沧海静，一经落万物生。咱听起来是讲，奇怪，毋是逐种生物拢有伊的寿命吗？听讲。这个海洋哇，甲咱人的年岁要差不多咧，几若10冬，若无人甲伊安尼甲伤害，是安怎有这个海洋落底的故事呢？这个足有诗意的话术呢？美国有一位亲赞的生态桂冠诗人，叫做加里施耐德啦，这个施耐德伊写首诗。禅定风雅来描述讲这个经络的一个意思这位鲸鱼到底伊伫生命中对这个地球有甚物款的贡献就对啦有甚物款的贡献？伊就是讲这位鱼几啊10栋死去对无？若毋是互咱人类家掠起来刣来食。伊就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因为真重，就慢慢沉落去水底。伫迄个伊拢受大海嘛，所以几啊千公尺，伊就沉落去。沉落去就发生啥物？就是各种的生物，伫伊咧沉的过程中间，一只一尾一尾来甲食这尾鱼，食这尾鲸鱼安尼。到最后
像剩迄个骨留伫深海内底，啊，毋过伊竟然还咧继续影响伫即个水的生态。他这篇文章有几段的话真有意思，啊，咱伫遮来做伙想。伊讲海洋落伫海底，伊慢慢来饲即个众生界15冬。即个经络字面的含义是死去的海洋渐渐沉入去伫水底的中间，不断被分解消化的过程啦吼。啊，即个海洋的尸体吼，对落其过程形成一个海洋的生态系统，啊，互生物界改称作经络安尼。啊那经络迄个络吼，毋是干那讲一个动词讲啊，就沉落去，毋是，伊是咧解说讲，亲像一个村落共款，伫一个伊的尸体的四周围产生一个装卸的感觉，啊，因为侪生物就靠伊来生活，啊，所以伊甲伊讲，伫世上无有一种死法遮尔安尼澎湃盛大就对啦吼，因为伊活咧，即尾大海翁吼，哇是上大的哺乳类动物，哇，伊当伊跳起来水顶的时阵吼，会惊动附近的海呢，啊，伊一个喙开。哇，足侪南极虾吼，啊，足侪遐微生物拢互伊吞入去腹肚内，会使讲是安尼非常的声势，非常的大。啊，遮小小的生物拢对伊真惊，对即尾鲸鱼真惊。啊，毋过40栋的海翁沉到伫迄个海底的海床的中间，伊讲差不多。是共款迄个面积吼，都爱2000年，意思讲，若无即尾鱼，2000年落来，才会自然的有机物质，都爱2000年才会当比较即尾海翁的有机物就对啦。啊，所以海翁会死，伊生命消失的时阵，表示无数的生命对伊来得到开始，看起来真神奇，因为科学界。伫到近代才有迄个气力吼，有迄个技术通沉落去伫水底，去看遮鲸鱼沉落水底的生态安尼。所以北太平洋的深海中，即种的鲸落维持了甚物呢？43种鲸类，12490个生物的个体的生存，就是讲万外种的生物吼，无论是鱼啊，也是最后的微生物，拢对伊伫深渊的中间，啊，互遮的生物会当生命搁较久。啊，即个经络科学家嘅研究大概有3个阶段啦，吼。第一个阶段就是讲，即位海翁的尸体沉落去到海底，啊，就是第二阶段，就是即个无脊椎动物，就是迄款细迄款微生物就进入去到伊内底，啊，伫遐食伊遮的尸体的物件，啊，互伊生存。到第三阶段，就是细菌，用即尾海翁的遐优质啊继续生存，啊，这是即个经络的意思。所以经络是大海翁留予大海上界最后的温柔啦，伊的死成就其他的生物通活。所以科学家研究讲，伊的尸体甲伫海底迄个有诶烧泉、冷泉，啊，甲伊即个海翁的尸体，互人称作是深海中的绿洲，因为伫海底日头照袂着，袂当造成其他的生物。啊，靠即尾海翁来饲海底，咱现在还阁毋知影足详细，迄个海底的生态安尼。伫迄个无有氧气、无有日头，而且有一寡有毒的化学物质的环境中间，即尾鲸鱼、鲸落，诚做最后因这生物伫遐会当活的所在。啊，咱听起来敢讲足悲壮的就对啦，死。伫咱来看，毋是好事，但是对生物界，即位大海翁，伊实在是真悲壮，而且是真水安尼。兄弟姊妹，这是一个
生物界的故事。啊，对咱在想一粒麦啊，有甚物款对你好的思考咧？一粒麦啊，对伫一尾大海翁沉落去伫水底，互万物会当生长，对咱有甚物款的启示？事实一粒麦啊，嘛咧甲咱相比较，伫舍甲得的中间，你要安怎来取舍？一个人可能伊生意做足大，伊足好业，伊逐项拢无欠缺，但是伊若只敢顾着家己的需要，伊只不过是互人欣羡享受富裕的生活，但是对别人可能无甚物款功效，无甚物利益，甚至可能伊熬趁钱、熬做事业，有真侪人的生存受伊威胁的。像讲做生意，钱拢互伊趁去，我连一嘴饭人食都拢无。那安尼就毋是迄款的丰盛，是你愿意舍。所以伫即段一粒麦啊的即个经节内底，12章的26节，耶稣毋是只敢讲一粒麦啊，迄款的生命状态，互咱的一种启示。伊佫甲教导连接什么？就是当你服侍主的时阵，咱拄仔讲大海翁。伊的尸体，互遮的生物通生存。一粒麦啊，会当结出一粒，安尼才会使咱了解。但是耶稣甲咱讲，当你服侍主的时阵，你为主来做工的时阵，你永远经历到迄个一粒麦的精神，就是服侍主迄个委身的精神。26节讲，人若要服侍我，就对我伫倒位，服侍我的人嘛会伫遐。人若服侍我，我的爸会加以尊重。伊讲服侍我的人嘛会伫遐，我伫倒位服侍，所以当主耶稣的疼伫倒位，你的服侍就伫倒位；当主耶稣看重的事伫倒位，你就是伫倒位。这个是主对咱一种的提醒。迄个一粒麦的精神，也就是服侍主的精神。我要讲一个我最近感觉心内。安尼真，也该算是感动，嘛是毋甘的故事啦。就是我2礼拜前，伫我的故乡有一位我所安尼关心所疼的一位长老，叫做夏万清长老。伊壮年啦吼，加我2岁啦定，无拍算进前伊得癌症。伫咧癌症过程中间拍拼奋斗，治疗总是伫7月初9来过身去。因为伊是我甲赵牧师，阮对新人伊毕业30几年前倒转去到故乡来牧会中间，实在是同少年时代做伙拍拼。伫迄个时阵，伊做中级。到伫阮离开，到伫今年，伊做中级拢无断就对啦，拢留伫遐。无拍算67、66岁，安尼就来过身。伊一生互人感动是伊拢无离开即块小岛。伊毋是无能力通发展，伊多才多艺，伊文甲武拢会晓就对啦。伊虽然无受到咱现代人安尼大学的教育，但是伊的知识、伊的能力拢无输一般的人。伊若是文武拢会，伊会晓音乐，会晓弹琴，会晓讲鼓，会晓弹吉他，伊阁会晓做曲呢。阮7美教会100周年的纪念曲伊写的。伊谦卑。毋捌听到伊大细声，伊就是守望7美即间教会，拢总39档的历史做中级。最后参与伫即个礼拜堂的建设，伫4年前来献堂。会使讲是因为伊一面是友好是大人，伊是孤囝，伊无愿意去外国外围发展。伊本身
正说一间教会种种的资源的来源，奉献上济，做事工做上济，参与的事工也遐尼济。啊，无拍算伊，上帝用即个方式，互伊伫壮年人吼，佫生做非常的安尼有气质佫缘投啊！你无想装脚晒乌乌，无，伊是一个上帝重用的工人。因为伊少年就离开，阮伫遐受伊影响的遮个少年辈，也是讲比伊较少岁遮个青年，拢家叫夏大哥。心内毋甘，逐个流目屎。所以伊会使讲是亲像一粒马，种伫我的故乡即个土地，即个教会。伊毋若是对教会有贡献，伊对整个的七米即个小岛。逐个人拢捌伊，因为伊足亲和的，伊做事业做到全七米人拢都爱纳钱互伊，是安怎？因为七米迄个所在，从开始也无第四代，伊竟然有法通家己一个，落去整理所有牵遮的线，牵遮的网络，互逐个人看会到第四代。伫迄个感受的中间，感觉讲好亲像一个好同工。少年就来离开，伊的精神要安怎互这少年辈会当得到学习？迄是阮最近在思考的事。一面毋甘，一面嘛感觉讲应该甲伊的故事，互这少年辈通继续来学习。但是姊妹，这一粒马的故事，毋只干那是在讲起即个服侍的精神，伊佫结连伫即个福音的本质，结连伫福音的本质。因为迄个听甲分享，伊讲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60到80讲，阮嘛毋捌对人，无论是恁还是别人求荣光。意思讲，我无要求我个人家己的荣耀，甲个人家己的赏赐就对啦。虽然做基督的使徒，阮本来通要求恁尊重我。意思讲，阮感觉阮做基督的使徒是足荣耀的，但是我毋是要求你这。伊讲。毋过，阮伫恁中间，会是温柔对待恁，亲像年母在摇囡仔。意思是，阮用主的疼要请用帖撒罗尼迦教会遮的信徒。阮用主的疼，我毋是要求阳光，毋是要徛悬，我是要帮助恁，要温柔对待恁。伊讲，既然阮遐尼疼恁，毋若愿意甲恁分享上帝福音，即句真重要。讲。连阮家己的性命都愿互恁安尼，因为恁是阮所疼，因为恁是阮所疼，我甚至愿意将我的性命分享互恁。我会感觉讲，我拄则介绍即个阮即个7米的即个夏长老，伊真正是整个的性命愿意分享互遮个乡亲，互遮个。7米的教会信徒，逐个人对伊遐尼感念，遐尼是话用听来分享，就是福音的本质。这就是一粒马仔的精神，无求任何人的称赞，是用温柔对待别人，亲像老母在请养伊的儿女共款。所以这段话咱阁复习一遍，伊讲：既然阮遐尼疼恁，毋若愿意甲你分享上帝福音，意思讲，阮疼是。足爱甲福音互恁，因为这是阮生命的根源，甚至连阮家己即个生命都愿意互恁，因为恁是阮所疼。用疼来结连伫分享，用分享生命来结连伫疼，因为这个是为着上帝福音的缘故。但遐日即位，咱人对侪即个亲像分彩的见证来了解即个事啦吼。最近咱。就大家拢咧注疫苗吼，咱台湾吼大声出名的，就是 AZ 疫苗。咱足侪人看到即个 AZ 的故事吼，就是讲即个新冠病毒的即个 AZ 疫苗的见证。大声咱是只敢若听到讲 AZ 较好记咧吼，真侪老大人注了讲足袂惯势，也是安怎？毋过后来伫即个温布顿的即个网球赛吼，迄个司仪啦吼，迄广播员讲，咱大家甲即个
女性甲拍扑啊多谢安尼，啊原来就是咧讲起即个牛津大学即个阿斯特捷利康，伊简称做 AZ 的疫苗的研发团队的领导者叫做吉尔伯特吼。啊，谁那会大家拢徛起来甲拍扑啊？规个球场原来是咧看人拍球啦，无拍算讲介绍即个女士，大家拢拍甲举手甲拍。伊家己嘛毋知影讲人要甲介绍，所以伊感觉讲真歹势安尼。原来伊的故事就是，咱现在知影台湾有足侪种疫苗咧做，有诶吼一支就是爱30块美金啦，像咱。鸿海啦、台积电吼，去买一支爱30块，但是呢，这个 AZ 敢若卖3块，10倍，差10倍。啊，原因就是伊的感动人就是这个故事，因为这个吉尔伯特伊是主要的研发者，伊讲无啦，毋是敢若我尔，伊是讲一个团队无毋对。但是伊当初时要开始疫苗要大量来制造，吼，要来对外卖的时阵，伊坚持。为着要确保中价收入的国家买会起，所以就拒绝无爱即个牛津大学甲即个美国的大药厂叫做即个默沙东的药厂来合作。因为你若经过药厂，就是我爱照在商言商嘛吼，我爱照生理来做嘛。啊，我有看一篇报道吼，因为这药厂吼，因为国家足需要因赶紧研发出疫苗来帮助因的百姓，通注疫苗来免疫。啊，所以吼，因安尼研发的时阵，政府都已经摕一大堆钱，互因去研发啦，等于赞助你研发啦。啊，研发出来吼，政府当个家己买，啊，所以伊等于摕到补助，啊，搁政府家己买，安尼这独抢的，无人有的。啊，第三吼，伊阁毋免交税。啊，所以有真侪人开始咧批评讲，哇，遮尔侪疫苗吼，卖遐贵吼，啊，毋知趁偌济，你看股票拢起来。啊，只干啦，即个故事咧讲，即个 AZ 即个疫苗，伊无爱用即个模式，啊，所以全世界遐个送向的国家，才会当摕到即款的药。啊，这是即个吉尔伯特。这位女性吼，互人感动，甲伊的团队，啊，这是伫即个温布顿吼，然后大家徛起来甲拍扑啊的一段记事安尼。温布顿的全体观众都起立向伊来致敬。平平对人的性命保全有帮忙的疫苗，啊，即个 AZ 疫苗互人感动。啊，所以你看日本嘛精送咱，美国。逐位咧精善咱，啊，这疫苗因为伊较俗，啊，佮伊的保存的条件较无人毋免遐尔啊困难，啊，所以会当去帮助非洲侪国家。啊，这我是感觉讲，照即个价趁钱吼，啊是足合理的啦。毋过伊就愿意放弃伊的专利，啊，全世界的人伫即边的疫情会当得到保全。啊，迄个精神，我感觉迄就是一粒米的精神。兄弟姊妹，一粒米的精神是啥物事呢？那对咱来讲，是改变咱的生命的价值甲人生观啦。咱一生活几十岁，啊过的日子，你要安怎，互你的生命亲像迄尾大海翁，亲像迄个一粒米愿意分享，变成会当造福侪人，啊是你干那家己。保守家己，啊，我无去害人，啊，人嘛无害我，啊，你孤单过一世人，这是咱的选择，无人甲咱勉强。但主耶稣讲，愿意分享，死就要得到最。所以人生的价值，若是你无迄个愿意，你较侪的钱嘛无对别人有啥物利益。所以咱安怎活出愿意？分享的人生，会堪去写的人生，这是咱耶稣对咱这样的条件。兄弟姊妹，咱要讲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生，这是主耶稣对咱的提醒。有一句话讲：人生多艰，如何袖手？人生多艰，如何袖手？这个意思，特别是伫这段疫情遐尼严重的中间，咱真侪优秀的
遮医疗人员，真侪遐咧服务遐艰苦病人的遮工作人员，真侪遐愿意捐出因的气力，捐出钱项。遮个人，因为伊就是知影讲人生都艰苦，我放伫边仔实在是足无意思的，我就是袂使放伫遐无插。兄弟姊妹，这个世界会感觉温暖，毋是我物质享受遐尼济，是看见有侪人伊做出原来无需要伊做，但是伊愿意付出的。咱台湾这个社会要哪互伊搁较水、搁较好，就是有真侪人有一款遮尔愿意付出的人欢喜出来，踏伫头前做模范。兄弟姊妹，愿主将这款的恩典甲祝福赏赐予咱。最近我看见一张图卡，迄个咱的网络的图卡，写了真有意思。伊讲这字是舒服的舒啦，这个舒服是安怎？你人会感觉足快乐、足舒畅的，心情足好的。伊讲倒边是谢，你愿意谢，你就会得到；你正边是予，给予的予，你愿意谢，愿意给予，你人就会快乐。看来咱中国字安尼真有意思啦。愿意谢，甲愿意互人的，你就会快乐，你就会舒心。愿主将这款的精神放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当然，你我大家气力无一定变济啦，有人有迄个恩典，也是讲有迄个时机通做这个事。但是当你有这个精神的时阵，一件小小的事，拢会让创造一粒美爱精神。兄弟姊妹，咱伫会后家庭这段我希望讲咱大家会彼此分享，彼此来讨论安尼。咱若是会当有一个 RPG， 也是讲甲小组的兄弟做伙分享，咱用周报的内面来做伙学习，我想是真好。最后，牧师要招咱一面来做回应的祈祷，一面也来为着这个事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主耶稣用一粒麦落地死，就要结出侪侪麦来教示阮。主啊，阮知影，阮的生命敢若一摆，阮无轻言就是结束生命。主耶稣互阮的教示，毋是只敢若阮做这，就是当阮欢喜为主拼命，迄个。愿意付出，愿意精神，愿意有一粒麦的精神，阮就要发现侪侪新热技术伫阮的身躯边来产生。主啊，你伫阮心中有你的调明甲旨意，求你互阮借着阮家己伫职场顶面，伫阮家己会接触的人的中间，当阮有气力的时，阮愿意亲像一粒麦，成做侪侪人的帮助。主啊，阮为着这个疫情，虽然小可有开放，总是要继续都爱细致，所以阮为着这个事继续要来祈祷。主啊，阮为着各年龄层的同胞，现在拢要接受疫苗的接种，阮求你保守，互大家勇敢。虽然有一寡后遗症，也是无适应，总是会当平安度过，会当增加这个普及。这个疫苗的注射的比率，互台湾会当伫这个平安无受感染。特别阮伫教会会友中间，也接受这个注射，求你也保守，互大家心灵肉体拢得到平安，会当期待来迎接免疫后的新的生活。阮继续为着医护人员、警消人员的身心灵平安来祈祷。阮为着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团队运作顺利来祈祷。阮为了台湾会当继续摕到教育的疫苗，全民欢喜接受来注这疫苗，会当顺势来祈祷。阮为了台湾的同胞，伫咧面对这个疫情的这管理，也是侪措施的时阵，无攻击的话，无迄个
反对的话，会当大家同心合意、团结来对抗。这个疫情早日会当消除。主愿为着教会中，伫这个疫情管理的中间、境界的中间，从事做生意、服务业、生产业、贸易这个事业的兄弟，业务因拢受到影响。求主保守，互因有好的准备，有智慧，通度过难关。求你保守因的新心灵，倚靠主来得胜。主愿上帝，阮搁一遍为着教会中这个长辈，阮这个青少年，这个主日的学生，伫这疫情的过程中间，求你保守因身心肉体拢得到你的看顾。阮做会友、老少年、男女、兄弟姊妹、青年，也互阮伫社会爱常常接触无共款的人，互阮拢有主你的保护，身心肉体拢得到平安。感谢你，互阮领受这款的祝福，也帮助阮。伫疫情慢慢解封了后，阮会当阁有部分的兄弟会当加入伫实体的敬拜，阮兄弟姊妹会当平安度过这疫情的攻击。感谢主赐福阮，互阮有这个福分三甲组织，互阮伫大道中互相笑脸，也通彼此关怀。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牧师先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吼，特别是咱这个疫情境界对3级变2级到底有甚物款的这个措施啦？咱教会咱的教会有甚物款的这个措施来做一个报告？安尼，第一就是讲，咱中央疾管局呢公告讲，对明仔载就是开始结束降落到第2级。事实咱拢知影，看新闻足知，第2级无完全解放就对啦咱要暂时实施到8月初9，就是2礼拜，2礼拜。这2礼拜呢，咱就是后礼拜甲8月初82个主日有甚物款的变化呢？因为咱敢若讲容允50个嘛，咱教会遐尼济，会当缀几啊百个，但是敢若会当50个入来。50个呢，要请伊入来，你毋通入来，安尼嘛是困扰。所以咱小会是讲，咱毋免遐赶紧咱兄弟犹原用线顶礼拜为主啦。咱才邀请这个侍奉人员入来，互咱这个礼拜较有这小看，毋是干那牧师啦、传道这同工在负责那定咱大概是要邀请全职的同工、诗会、敬拜团、影音同工来加入。现任的中级，因为有的一寡行政的事务，咱自由参加。其他的兄弟你毋免特别来啦当然你若讲，我想要来教会行行看看咧一半个也是较无问题也是讲我要来顺续奉献，安尼无问题。但是咱尽量犹原以伫你家己的即个厝呢来看线顶的礼拜为主安尼兄弟知影当然咱其他的聚会呢，拜5的祈祷会咱要比较，咱即嘛无要用录影，比较同时间拜5 7点，阴暗7点50，咱就是有几位的敬拜团同工伫遮做现场的祈祷会，咱一面也做报送。若有的小组有要来教会聚会，会当来参加现场，咱做伙敬拜，现场报送，亲像现在安尼，咱实时做转播咱圣歌队呢，因为需要搁练习，需要搁占人业，所以就暂时犹原用影音献诗为主。咱主日都嘛共款因为咱需要同着咱的老师搁小朋友、搁家长因来教会嘛无方便，所以咱犹原要用录影为主安尼。咱请各团契、各小组、各单位，恁家己决定你若讲无违反着即个防疫的规定，咱就照安尼来参加来什么准备聚会安尼上重要是讲，咱来到教会，伊原照原来规定咱要有实名制咱教会有迄个 QR code 的图，你翕一个，留落资料，也是用签的，咱爱量体温咱爱喷酒精。挂口罩，咱慢慢烧落起来就对啦。这2礼拜亲像一个咱的一个热身运动安尼，兄弟姊妹咱静起来会当恢复正常的这个聚会
愿主保守咱。咱即时把时间交予节目师来做这个结束。请咱起立，做伙来吟奉献的诗。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无比，我愿一生为你奉献你所受事。报答我主，阿门。请坐，咱来读这个月的金句。雅各书5章的16节，咱做伙请。所以恁着互相认罪，三体祈祷，通互恁得着医好。义人的祈祷有大功效。雅各书5章16节。最后，咱来吟上言圣诗393、99首。吟诗煞，请夏牧师祝祷。愿上主大仁爱，永惦你心内。主的疼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永光遍照你，永主必款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一世到永世代。咱做来领受上帝的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引带，甲咱正大家三合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咱大家请坐，默祷感恩来闭会。今日即位，咱即个礼拜煞，还佫有10点15分有主日学，有主日学的即个线上课程，咱招咱的细囝做伙来通过即个主日学的线上课程，做伙来上主日学。多谢大家。